警方组成铁马车队要来掠缴，这是永福警方接到线报，伫12号伫永福桥骹有人伫咧捡缴，连续几落工收集资料，不过这缴场藏伫河滨公园的山坪哦，烦恼拍生惊，所以呢，刑警呢伫咧掠人的时阵哦，伊也假作是一般的民众骑铁马，上尾安尼顺利来侦破，当场来掠到这缴场的业者15名的缴客，甲缴资62万。大哥，你上尾只你想卖你？你去做咩啊？几落查甫人做伙骑U bike，入去和平公园内底，因看起来亲像是普通骑脚踏车的车队，不过其实因全部拢是警察。你两个来，你有没带？我。来遮啦，要带。你去啊！无啦，跳舞啦！你去。新北市永和警方接到线报，讲伫永福桥骹有一个交警，因为这个所在是伫脚踏车车道边仔的铺轮，普通的车无法度入去，所以警方就组一个 U bike 车队，加啊做去遐运动的民众，点点啊挖过，尾啊才入去掠人。过去啊，要走那么多，我给你苦啊你！啊，因为啦，我的苦心。有脚卡一个看到警察，就惊甲跳入去草坡内底，不过嘛是走袂去。警察掠到业者甲15个脚卡，佮查到62万的现金。姓王的交警头家到案了后讲，平均一工会当抽4万外块，本来想讲会当一直摊落，想袂到即马煞互掠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